原以為喺大陸買咗樓就可以擺脫香港劏房嘅襲擊，點知最後錢冇咗，仲要孭住房貸住喺香港嘅劏房入邊。呢類案例咧喺香港係時有發生㗎。曾經喺中山有一個由港星代言嘅高端養老樓盤，可謂真係紅極一時啊，吸引咗唔少香港長者入手，打住下半世可以喜度享福。但點知咧樓盤開發商資金鏈係出現咗問題，導致咗爛尾，而買咗嘅香港長者錢又攞唔返嚟，養老計劃咧又被迫暫停啊。但以上中伏案例咧，只不過係香港人嚟大陸置業眾多中伏案例嘅其中之一啫。仲有買到墳景房、垃圾站房、被呃團購費，以及買咗反租嘅公寓同埋新能源車位等等，數都數唔過嚟啊！咁點解香港人喺大陸置業中伏率咁高呢？最大嘅原因咧就係信息差啦。香港朋友唔了解大陸嘅樓市情況，亦都冇喺大陸買樓嘅經驗，唔清楚樓盤嘅缺點、不利因素同埋開發商嘅資金情況，所以咧就好容易中伏啦。咁有咩辦法可以了解以上嘅情況呢？第一個，通過網上搜索樓盤嘅測評報告，去售樓部查不利因素，喺天涯查上邊了解樓盤開發商嘅資金情況，睇下有冇官司在身或者欠債欠稅嘅情況。第二個就係通過咩中山200個、珠海100個樓盤嘅測評報告，了解樓盤嘅缺點、不利因素同埋開發商嘅情況。如果屏幕前有朋友對呢份資料感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留言測評領取我呢份資料啦。